蓝啊色，代表喜乐。准备用庆祝来分享欢喜，予咱所听的人，先知西番呐，爱咱着欢喜，因为上帝要救济伊的百姓，予咱终得着。当耶稣降生伫伯利恒，天使对各样的人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予万百姓拢有份。这是耶稣出世的好消息，甲平安的应允。这也是咱今仔日所期待的好消息。保罗提醒每一位基督徒，着伫上帝常常欢喜。第三期垃圾是予咱知，伫耶稣基督，咱有欢喜。全体会众祈祷，感谢上帝为着你，予阮欢喜的应允，求你帮助阮明白伫阮生活中欢喜的时刻，予阮的生活充满欢喜，通予人也会对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得着欢喜的充满。阿们。咱即是来吟圣诗55首，就听天使在吟讲，吟传首。请起立。
愿徛伫三角形，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玛利亚出世，伫本流必来人来受苦，变死的死埋葬人物。第三日对世人讲话，就伊打坐在上帝的上帝的法庭，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我人甲世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教会，圣道上好，做下礼，肉体过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交托，即是咱来交托启应文41篇，城市也是以赛亚第9篇。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经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高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义、正义统治。人本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咱即时同心来祈祷。至圣全能的爸，慈悲满满的主，伫这黑暗的世界，阮要是罪人的时，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子。小事独是圣囝耶稣基督，留伊保惠，担当阮的罪，互阮得到新生命。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这一年中间，阮也感谢主，你互阮伫这苦难中，阮还阁平安经过。总是阮伫阮的过去日子中间，阮有时得做亏欠主你，求主你赦免阮，阮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阿罗你。伫这大港节期中，也已经来到第3主日，阮大家用坚定甲期待的心来领受为带予世间人永远喜乐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教。虽然今年阮全球拢受到武汉肺炎的威胁，大家拢伫惊吓不安、苦难中经过，总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拯救甲讨白，互人得自由的喜乐。这种属天的喜乐，要互阮赢过济苦痛甲试炼，互阮性命显出平安甲喜乐，也将这喜乐甲平安分享互四周的人。大家做伙领受这份大礼物所带来的祝福。今仔日也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佮提醒阮着勤读圣经。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引带阮行伫正路。这时，阮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祈祷，或是伫病痛中厝外的，也是心神软弱的，求主医治看护扶持。也阮在敲找教会牧者，求主帮助赏赐阮合主心意的牧者，引带阮大家同心合意，奉献教会来
圣神只是临到伫阮的中间，特别甲陈牧师同在，互伊所传讲的事实，真正拍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听的甲讲的拢得到利益。阮也将今仔日的敬拜甲娱乐，诚多芳的祭献到主你面前，求主你干纳，愿咱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看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也未娶过门。对圣神有信任，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毋爱显然办依，按算要按钱会亲。在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互伫伊的面貌中出现，讲：代笔的互的约瑟啊，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伊的罪恶。这个词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你看在色女要生孕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约瑟困醒起来。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带伊的某过门，无甲伊同房，到伊生囝，就叫伊的名做耶稣。以上，愿上帝祝福伫听叹伊的话的人。这是赞美，请圣歌队因所要演的是渴望的圣诞上歌。我
哈雷利。张传道陈长老甲列位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再伫边，愿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来用你的油抹落宝的嘴，当找到上帝你真理的出口。我无论要讲的、要听的，都当偏偏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靠主耶稣名来祈祷，阿免。真好来，大家看一下吼，我就是郑伟洲，啊？好，谢谢。我顶场用国语讲的，挂迄个布的口罩，险还没传开，所以多谢小姊妹。咱古早教会有一段时间，捌伫伊的幼稚园伫遐做礼拜，因为咱伫建定的中间，所以我拢会记得这项事，真感谢尤其即摆办幼稚园，所以知影即个公共的卫生所以若离遮尔远，上少超10公尺，安尼无要紧多谢。好，迄个真出名的《泰晤》杂志，伫因的杂志的封面顶悬写讲2020，有红色的叉叉，甲画落去。这是一个表示，讲2020年，今年对你全世界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灾难，真歹过的一年。《泰晤》杂志用这个红色叉叉安尼甲画落去会使讲是已经是上界无以复加到上界低的一个评语。听咱台湾用什么意啦，用什么闷啦啥更较贴切但是咱感谢上帝，咱对年头到即嘛，大家拢平安。我听讲即摆少年人互相称赞讲你还活着感谢上帝，咱拢安尼经过。今仔日我倒转来咱桃园教会的心情，甲顶摆转来无同款。我顶摆转来是主持林雪梅姊妹欢送的礼拜安尼。不过虽然气氛真轻松，不过心情也真沉重。但是今仔日就不同款，我哪像女儿回娘家，是儿子回到故乡，迄款的心情，足欢欣鼓舞的。牧师娘惊伊早起困袂起来，所以请朋友甲伊 morning call 6点，但是我5点就精神啊。主动精神的，因为心情非常的兴奋，真欢喜，会当搁一摆和所少年、所亲爱，搁伫遮做伙努力打拼的同工，伫遐做伙来敬拜，会当来分享上帝咱知的信息，嘛真欢喜。圣经公会郑正仁牧师以前伫嘉南教会迄位牧师，伊讲你去桃园教会啦，所以我才会当转来伫咱遮来主持今仔日，主理今仔日的礼拜。所以我大心落来受人之托，终于这个差派
所以我大成第一点要来讲的，就是圣经公会的事工的简介。圣经公会对1956年伫台湾正式成立，叫做世界200几个国家、200几个地区的组织内面的一个正式的会员。圣经公会的主要目的，翻译圣经、出版圣经，啊，推广圣经，互信徒拢爱读圣经来认识上帝的真理。咱知过去上界古早的圣经，用希腊文写，也是用希伯来文写，也是用拉丁文和拉丁文所写的，只有真少数人会当读。像罗德马丁，伊原来是神父，伊读列德文的圣经，也使用德文甲翻译出来，互信徒听。信徒拢袂晓读圣经，因为会晓拉丁文的真少，所以罗德马丁是头一个将圣经翻译做德文，了后才慢慢会当普及的一个学者，一个真好的神学家。今仔日咱会当有遮尔好的机会来读圣经，这是足大的福气。新的教会，我以前所服侍的教会，有一位信徒，叫做蔡垂勋，伊后来搬去台中，伊是咧做迄个指压，或者整肌，甲咱敲骨头的安尼。渐渐伊训练伊的小弟，训练伊的囡仔、囝婿，拢会晓做，所以伊的事工就负担就较轻，毋免伫遐亲自落去甲人指压。伊真热心是一间教会长老，所以就参与伫迄间教会的布道团，去倒去布道大陆。伊讲遐人足可怜的，因无圣经，所以一本圣经。甲拆做一页一页安尼，信徒，你即礼拜炸一张转去，读，抄，后礼拜来交倒转来，搁换别张，知我意思无？讲要读圣经来家己去抄，家己去背安尼，所以因对圣经非常的看重。这位蔡顺新长老讲，咱台湾就是讨厌圣经，印。头是炸圣经，尾个因为咱是梵文本的，因看无，所以甲印简体本的偷炸，一边个行李箱内底安尼偷炸去，送互因，用安尼去传福音。所以大陆的地下教会是足兴的，是。几千万人伫信主，因为因伫迄款的体制里面，因的心情非常的苦闷，伊需要福音，需要拯救。圣经公会伫台湾成立了后，真努力来推广圣经，出版各种无共款的圣经。咱有国语版的、汉和本的，咱嘛有啥物中文修订本的。现代中文版，嘛有客话圣经，嘛有阿美族、布农族、泰雅语族，什么达语啥、达悟族，什么塞夏族啥，有8、9款的迄个原住民的圣经，因拢会当用家己的母语来读圣经。毋然呢，因的圣经是用足俗的介绍来出版来定迄个介绍。这本假书若是英文字典、英文字典，
这本大概爱1000块以上，因为这样精装，用这样好的纸、圣经纸，还佫未透过去，还佫装订甲这样好。但是圣经讲话是要互咱人人买得起，所以一本定价才100几块尔。精装本的皮面会较贵，若这款普及本的足俗的。要翻译一本圣经，大概要20年的时间。我捌参悟大概6、7年的圣经的迄个台语、现代中文、现代台语的圣经的翻译。正常的牧师学者坐伫一间办公室的教室的3日，自早时一直到暗时安尼连续3日，关伫小道院，也是某人因兜某一间教会，伫遐翻译圣经。即句安尼读落去，有妥当无？别人安怎讲？日本的安怎讲？德国的安怎讲？伫遐来敲吹，拄好的语语来甲伊将圣经的意思甲伊完全表达出来。新约爱6、7年，加10年，才当翻译好势。旧约嘛是共款遐的时间，所以加起来差不多20年，才当翻译一本新旧约的圣经。所以足无简单呢，爱开费足济的钱，这费用拢是爱台湾圣公会家己爱去筹募，所以真期待咱教会兄弟姊妹来支持这个事工。我真早就熟悉圣经公会，我妈妈足爱支持圣经公会。迄个时阵的办法是甚物货？就收集邮票。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但是台湾的邮票是世界闻名，足水、足精美。所以台湾的邮票佫少、佫水，虽然袂到世界各国去，拢足好介绍。所以鼓励各教会兄弟姊妹将邮票拢甲伊加落来。迄个起吼，邮票迄个起爱留着，加落来了后，送互圣经公会，圣经公会伊收集起来，将无共款的卖去日本、卖去英国、卖去美国，伫遐来做因的经费，用安尼来筹募经费。即摆无可能，因为即摆大家人较无咧写批，邮票嘛印诚少所以即个方法已经无效去所以需要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来大力支持，互即个事工会当继续，即有意义的一个事工会当继续伫台湾伫遐来运行各种无同款的版本的圣经，会当互大家需要人，咱当用家己上爱听有的、上爱亲切的母语来听、来读上帝的话。好，第一点讲了，我的义务完成过来。你要进行的，就是咱今仔日主题，以马内利。会记得古早写批时，基督徒拢会伫后壁写以马内利。但是伫军中，真做一个麻烦。有一摆辅导长甲我叫的，我伫破的甲我叫去。这位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写以马内利，伊看无。我若写主恩永些，福杯满溢，喜乐平安，迄伊看有。不过写以马内利就啥无嘿，毁蝶就在你身边呢。你是咧通信用什么密语？你讲安尼，叫去甲解说。刚才我是牧师仔囝，我做主日的老师做真侪年，所以解说会出来。讲，无啦，这是啥的？圣经摕互伊看，讲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来对亲爱姊妹，这个以马内利是对倒会来？咱来看旧约以赛亚书第7章要记载，伫个主前735年，迄个时阵，北国
甲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迄犹大王亚哈斯，伊的国都是耶路撒冷，受到北国的以色列以及阿兰国两国的联军来甲包围耶路撒冷，要求也是强迫这个犹大国加入因的联盟，做伙来对抗伫北国的迄个亚述帝国。伫这个情形，圣经写讲，王甲百姓拢迄个心拢伫浮动吼，哪就大风吹过迄个树林安尼吼，安树梢安尼，一点仔摇共款。树头若翘在，唔惊大风台。但是亚哈王甲全国的百姓惊甲皮喘，因为阿兰国甲以色列国，迄军队足济，偏因国较强，伊感觉真危险的事。上帝差遣以赛亚，上帝差遣先知以赛亚去甲国王讲：你免惊。要有一个条头，上帝要甲你送到伫地，就是有在色路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甲你送到伫地的意思。来，你亲爱的姊妹，那上帝甲你送到伫地，迄就情形拢无共款。有人讲，地牧师。你去新的教会，佮参不伫桃园教会见证，你真好打。有影？新的教会有100多万人尔，就去差不多3000万，一礼拜长，迄是35年前。啊，咱桃园教会25年前。差不多有大概无到1000万，咱就起1亿一礼拜长。咱负债遐尼济，敢会当完成？有啦，咱就甲新老合作社讲，我要甲你贷款哦。新老合作社讲你要借偌济，咱讲要爱7000万，伊嘛同意要借咱，毋惊咱教会会倒去。是安怎？因咱有上帝，是咱的天父。哎，我们每个人都是富二代。什么是富二代？老爸有钱嘛，啊，老爸的就是你的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富二代，拢是王子，拢是公主，对不对？所以咱无惊，欠去，上帝要甲咱送到伫地。这个约瑟本来是嘛是一个富二代，不过伊互因的兄哥来出卖，用伊的彩色的衫摕转来爸爸看，讲你的囝大叫野兽加起来迄款，我找这件衫破鼓鼓，啊，佫有血。因老爸伤心甲，啊，其实约瑟是啊，互人卖去埃及去做奴才。但圣经写讲，因为上帝甲约瑟同在，所以做的代志，逐项拢足好势，拢足出色。所以，互伊的主人足欢喜的，一直甲高升，一直甲高升。后来虽然伊互陷害伫监狱内面。但是上帝嘛是共款甲伊同在，互伊伫监狱内面嘛是拢受真重用。到最后，伊才做埃及的宰相。来，你亲爱的姊妹，有上帝的同在，迄就无共款。咱每一个人，拢因为上帝应允要甲咱同在，咱就无阁惊吓，无阁灰心，无阁失志。这个雅各，约瑟老爸雅各，
伊嘛是富二代，但是因为伊甲兄哥意思无好，迄样意思讲要甲刣，伊惊一个，老爸甲老母惊一个，知影即个意思有性，真傻，讲出来话的确会要正，赶紧啊叫伊雅各去豆蔻去阿舅遐，小闪一下。这个雅各伊头一摆出门，毋捌家己一个伫这旷野要困的时，毋知有野兽会来啊未？毋知有豺狼会来未？伊嘛毋捌倒伫这石破地的所在，摕石头做枕头要困。伊的内心惊吓不安，前途渺渺，毋知要安怎行的时，上帝天开天使甲伊讲，应允要甲伊同在。所以此后约瑟愈来愈好势，雅各愈来愈好势，最后真大的财富，牛羊精死啊，带倒转来，甲伊兄哥搁好。所以有上帝同在，这何等大的福气！咱毋通想讲，我孤单无伴，我家己一个，你还会记，抑搁有一个上帝应允要甲咱同在。这样代志，伫咧新约，伫耶稣基督的降生这项事的顶面，完全会应验。但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要为咱世间人每一个人的罪来替赎。伊牺牲伊家己，将做上帝羊羔，老师伊的宝血顶伫十字架顶，就是要救赎咱，互咱会当罪得到赦免。既然信伊的，上帝就可以有官，伊就可以有官别，会当做上帝的囝儿。因为咱每一个人，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咱有份伫伊的救恩的内面，所以咱伫遐来讲感谢主。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你生在地，上帝应允要甲你同在，要帮助你，要将做你的倚靠。咱知，这犹太国因为上帝应允甲伊生在地，伊就伫遐来得到平安，国境太平。今仔日台湾的情势真歹，大陆迄边。每一日拢派无人机，讲要来巡伊的国土，要来巡视伊的国土。咱派无人机，甲伊讲你袂使来，甲广播，伊也叫咱讲卖插，卖影响伊的工作。伫即款情形下面，咱拢真惊吓，要安怎？但咱会记得，上帝永远要甲咱同在，咱是伊的囝儿。要保守咱，你若行伫上帝的旨意，行伫上帝的公义，照上帝的计划来行的时，照做伊所欢喜的囝儿，伊的确要应允保护。检查有人要讲，敢有可能赶紧卖厝去美国移民？但是，遐移民去美国的人，即摆拢后悔，转来台湾的时无位通住。迄人就是用足俗的计数卖出去，即摆要搁买袂转来。因为苏联何等的强大，甲美国伫遐两边伫遐战，两边伫遐咧冷战。毋过美国是相信上帝。因要就任以前，拢来伫圣经来宣誓，我信上帝，我要照上帝教示来行，来治理国家。苏联一个极权的政权，伫无人想会到的下面，苏联解体去啊！因家己嘛无想到，所以。咱无需要惊吓，我确信上帝听咱，
伊听咱2300几万大细汉的囡仔，要互咱伫遐无张无弛，就伫遐来走灭。愿咱也通为咱的国家来祈祷，互咱的国家或者文武百官会当用上帝公义、正平、民主、人权来治理咱的国家。确实，咱行公义，上帝就要甲咱同在。过来，我要讲的就是奇妙的竞选。上帝有遮尔好的计划，就要拯救全人类，互今仔信伊的人拢袂沉沦，得到永远的活命。伊要安怎实现？伊爱人甲伊同工，伊竞选玛利亚甲约瑟，叫做伊即个计划执行的一个真要紧的器具。玛利亚代志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约瑟的故事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即个你讲啥话？天煞对玛利亚一个足单纯的一个少女，庄脚查某囡仔，来讲玛利亚，你受大恩的一个女子，你特别怀孕生囝，要甲号名做耶稣，因为将伊家己百姓对罪人中间拯救出来。玛利亚讲。我还袂记，哪有即款代志发生？对毋对？伫古早，这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代志。一个还袂出嫁的人，查某囡仔就是要怀孕生囝。那照《申命记》22章遐咧记载，照摩西的律法，这查某囡仔会使互人带去到伫因老爸的厝的头前，伫遐。大家公开摕石头甲伊钉死，这遮尔严重，真见笑一项代志。但是玛利亚，伊无想到这个人的厉害，伊伫遐对天才讲：“我是主的婢女，我主的查某囡仔，甘愿照你的意思成全伫我的。”成就。约瑟的故事嘛是互咱看见，圣经写讲约瑟是一个义人。现在中文是讲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伊是一个目枪庄脚的人，但是伊足敬虔，完全照摩西的律法来行来做。逐年拢会去耶路撒冷，伫遐献祭。伊真勤勉工作。更要紧的，约瑟伫遐听到玛利亚有信了，如果还袂出门，还袂出过门，那伊就有信。但是圣经写讲，伊无要爱，明明互玛利亚。来拄到见效，这是一个上好的方法，就照摩西律法来行嘛。安尼，就甲伊讲个死安尼。但是伊讲啊无法就暗啊来会亲，甲伊刷起安尼，卖互伊拄到见效。但是当即个时阵，伊考虑要安怎做？伊决定要行第2条路，就是留人余地，互伊有一条活路通行。但是上帝通过天使，甲伊讲一条第3条的路，你就要甲带过门，因为伊的怀孕是对圣神来的，这上帝的计划，你来甲号名做。以马内利，这是上帝要甲人同在，道成肉体，要实行上帝拯救计划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约瑟，伊相信、欢喜、顺服，伊也将做一个真负责任的养父来照顾
玛利亚，包括到伫埃及逃亡，包括以后的永生，包括将伊上好的技术来教耶稣，嘛，逐年拢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圣经写到耶稣12岁的时，还佫有去做礼拜，去圣殿献祭。后来发生了丢人的事件，耶稣拍无去啊，原来伊要留伫圣殿，含遐敬耶稣伫遐咧讲话。玛利亚讲：“哎呦，耶稣你哪安尼乌白走，害阮找你找到偌艰苦咧。”耶稣讲：“敢毋知我应该伫我的老爸家，会记得无？”耶稣伫迄时阵讲：“我应该在我天父的家。”来对现在姊妹，因为约瑟的顺服，伊的做人留人余地，伊为了别人设想，将心比心，替别人设想，所以伊诚做一个真称职、真负责任的丈夫来照顾玛利亚。耶稣嘛得到约瑟真好的技术。人讲耶稣嘛是足好的木匠，伊做出来迄个牛担是足下的，每一只牛拢甲量身定做。即只牛较肥就做较大一束啦，迄只牛较瘦就做较矮一束啦。每一只牛拢担迄个牛担袂破皮，会当出力，会当担真重的担。因为耶稣讲，你来学我的宽心。我的恶是轻的，是轻省的。来，瑞亲爱兄弟姊妹，做基督徒袂互你诚做重担，做基督徒，互你会当每一日得到平安，得到快乐。你拢感谢上帝恩典，知足常乐。虽然做牧师毋是一条真容易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蒙恩的道路。我伫咱的教会捌讲过，阮阿公、阮阿祖信主的经过，伊信主了，伊是食鸦片的，为着要信主，伊戒鸦片，无去病院，无输药啊，安尼就戒过啊。讲我要信，就戒起来，迄是一个信仰。阮全家三代，阮爸爸、阮阿公甲阮阿祖因三代做伙信主。信了后，阮阿祖讲，毋茫我的子孙每一代拢有人奉献来做上帝的工人。所以我的职工做牧师，我的爸爸做牧师，我嘛做牧师。这是上帝特别的景调。我的囝伊文42岁时，再来甲我甲牧师娘讲伊想要去读神学院。42岁已经娶某，嘛有2个囝，2个查某囝。我你要安怎去读？讲我对银行贷款贷700万，大概教我当过3年，我才以后毕业了，才慢慢来还嘛。那就房屋贷款共款，按20年一定还会清的。安尼袂使。阮2个人决定答应，讲要甲支持，互伊完成伊的学业。伊就是甲咱的张传道同班同学，今年已经伫树林教会底下做传道做3年迄款。那张传道足优秀的。母语考试有通过，我的语文，因为伊较无咧讲台湾话，佫无时间读迄个台湾话圣经，所以5科内面抑佫1科无过，就是初读迄科安尼读了伤慢，所以要做牧师也简单，但这是条受祝福的路，语文。我确信伊有一日会成做阮天家第4代的牧师。来，你亲爱的姊妹，我讲这个毋是要偏颇，我是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成做
约瑟、玛利亚，欢喜献身，互主用，甘心乐意互主用，来完成上帝拯救的计划。咱同心来祈祷，在你上帝感谢你，我今日有这样好的机会，伫遮参加来敬拜，迎接救主的降生。我知上帝你应允要甲阮同在，有主甲我伫阮的船顶，我就无惊风影；有上帝你甲阮同在，我就无惊风台。主，求你帮助阮的国家，求你帮助阮每一个百姓，互阮大家拢当宣传上帝你的旨意，尽阮的本分来努力做工，互上帝你的国度得到宽阔，延广上帝你的性命。祈祷感谢，靠耶稣来求，阿门。咱来吟圣诗56首，且听天使欢喜的声。咱要吟第1首、第3首、第5首、第7首，安尼就好。请起立。好，这样可以了。安尼，就这样结束。请坐。
这些奉献，咱请博言甲泰山执事。起立入奉献的诗歌。咱要报告大圣先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看顺序单下面，在世女要生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请。在世女要生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在世女要生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咱来先开第1面，这有咱第1面、第2面，到第3、第4，咱家己来看吼。若有侍奉人，咱家己注意。有家庭小组，咱嘛上群，也是咱上群去组来聚会。方言明细，咱若家己看，若有啥物重大中一来更正。咱来即时看第5页消息报告。咱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真欢喜地牧师来到咱中间吼，来讲道甲请安，咱即时欢迎阿婆啊。请大家为这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二，咱今仔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由罗建成即属因一家来点烛吼，点第3支喜乐的蜡烛。第3，中昼12点，伫7公里教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甲受邀请出席参会。第4。12点半，伫7公里要召开聘牧小组，煞了要召开迄落董事会议，请相关人员出席。下礼拜12月20，咱是圣诞赞美礼拜，所以咱第1场、第2场合并
伫上午9点半开始吼，请大家注意，是上午9点半开始，只有一场啦尔吼。中昼12点，咱有圣诞爱餐，咱欢迎大家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第二，为着大家节第4主日，咱大家节第4主日是由林嘉文姊妹一家点大港节第4支人来的蜡烛吼。搁第3，明年度咱教会行事历已经出来，公布第4楼吼。请大家去详细看。你若有要调动的，还是有要修改，咱看了6楼办公室来提出修改吼。小会消息，教会防疫新生活规范，咱大家拢真清楚，咱就照这个来做咱的防疫的新生活规范吼。教会消息，第一，年度结束日，咱请各单位首长甲兄弟姊妹要奉献，也是要支出请款的吼。咱伫个12月27中昼12点以前来完成吼，咱要做今年度的结束日吼。咱若有买圣诞果兄节，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3，就19日咱圣诞晚会，相连团体现场表演，迄日要请相连团体来穿130周年的衫吼，咱有迄个130周年，搁加迄个相连的夹克吼来保暖，因为迄领是底枪位吼。第4，咱教会有乐宁关怀据点吼，即礼拜是第23日上午9点，地点是7公园教室，咱欢迎社区的长者吼，相连团体来参加。即个活动有健康量测健康操、主题讲座吼，搁有共餐联谊。教界消息，第一，咱本会第4任黄西川牧师吼，蒙主温调享年100岁吼。这黄西川牧师是第4任，就是蔡仁理牧师了后就是伊吼。伊伫遮对会友吼有真侪迄阵伫遮当兵错活的人吼，这黄西川牧师拢真关心吼。所以伫迄个时阵呢，甲遮错的人吼，我时常拢礼拜煞伫教会拢会牧师娘啦，大家准备伫遮准备餐点，大家伫遮用餐吼。所以伫迄个时阵，阮少年阵甲这个黄西川牧师拢拢诚做真好的同工吼。所以咱伊伫18日下晡1点伫高雄凤山教会举行个别礼拜吼。咱会有人奉献交通车吼，咱迄天早时6点出发吼。咱要去的人，用伫后壁公布人遐登记吼。咱愿主安慰遗嘱。第2，咱昨昏有举行迄落王乃馨兄弟，就是明美节的公主吼，甲郑雅芬姊妹伫昨昏有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吼。咱大家也为即对新人祝福大祷吼。咱看2020年，咱同教会圣诞节的活动吼，系列活动，咱大家就有拢总分4支蜡烛吼，4个礼拜日就11月初9、12月初6、12月13、12月20点钟吼。咱今仔日已经进入第3支吼蜡烛。搁有社区报佳音是伫13号到19日，咱有会友的社区也是家庭吼去报佳音。伫19日暗时7点到9点半，咱有圣诞晚会主题是跟5毛吼。20日咱有赞美礼拜，也是早些9点半开始吼。中昼12点有圣诞爱餐吼。请记哩后礼拜是1场啦，9点半以上。咱请军团队来补充。咱做一届吼，用歌声来欢迎今仔日的讲员吼，咱的陈牧师。
今仔日咱中间有两个新朋友吼，是胡茂全夫妇，请当起立吼，咱甲抱仔来欢迎。请坐，请坐。吼，因是电务司的好朋友啦吼，今仔日开车载电务司来到阮同教会安尼，吼，欢迎吼，欢迎恁参加咱的礼拜。以上报告。上营391宿，无落天顶主宰。咱今次煞要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帮赞引带参加伫地，特别甲同教会正向的姊妹参加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祝歌。电乐乐道。平安礼，请咱起立，向咱的头前还是隔壁
后壁请安。已经拄着针了。